少女勒索一夜情人。任職地產經紀嘅22歲被告梁錢錢，琴日被裁定2項勒索罪名成立，還押看管。案情話，舊年1月，佢自稱 Sally， 透過徵友熱線認識20幾歲嘅事主 X， 被告提出玩一夜情。兩個人第二晚就去開房性交，被告先後收咗 X 一共500蚊。期間被告話肚餓，叫 X 買外賣。跟住第二次性交 ，X 件避孕套穿咗，被告即刻衝入廁所，話要報警告 X 強姦，又要挾 X 俾1萬蚊，如果唔係跳樓。X 撳完錢俾佢，被告又話要佢身份證，仲話驚大肚，兩個人去睇醫生。之後被告喺短信入邊話大肚，1個月內一共勒索 X 9萬蚊。X 同同學商量之後報警，然後假稱話會俾2萬蚊，相約被告見面。最後警員喺港鐵站拉人。被告琴日自辯時話，06年患上抑鬱症，喺青山醫院留醫。事發嗰陣食咗精神病嘅藥，瞓着咗，係唔自願性交。之後驚大肚，先問 X 攞墮胎費。案件押後到21號判刑，等候被告嘅精神同心理報告。